已经有做干净的到遐多，亲像云为咱就着放下逐号的重担，甲快快甜看咱的罪，用吞吞行所安排伫咱头前的路站，着自身看耶稣就是做神的源头，甲正尾的。伊为着所安排伫伊头前的快乐，就要要紧凌辱忍受十字架，担坐伫上帝宝座的大屏，吞吞。歹人亲像安尼行着伊，恁着像伊，免得恁的心智来亚先。请咱三甲来吟圣诗，圣诗38首，圣诗38首。俄罗全能的主上帝，造化的大君王，伊做你大开力拯救，你着俄罗尊崇，听见人着进入伊的圣殿。甲我同心欢喜称赞，请咱起立来吟全首。我的全能的主上帝，造化的大君王，伊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路马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前来受苦，电视界信派总灵府。第三日对上中国话上天，担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下，甲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上空，最赦免，集体高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个是咱斗阵来交读启示文，启示文第6篇，诗篇第16篇。启示文第6篇，诗篇第16篇。我来睇，咱来吟，最声的所在啊，请咱大家做伙来做声。
上帝啊，求你保护我，因为你是我的避难所，我要对上主讲，你是我的主。只有你是我幸福的源头。地上的圣徒实在真尊贵，甲面做伙是我上大的欢喜。做声去对别个心灵的人，一定加添痛苦。我唔参与因的献祭，嘛唔敬拜因的神明。上主，你是我的产业，我的福杯。你固守我应得的份业。你将真水的土地分予我，我得到的产业实在真好。我要称赞驾是我的上主。你是我的心指点我。我不是感受上主的同在，伊伫我正边，我袂摇抓。所以我的心欢喜，我的心快乐。我的肉体嘛安然自在，因为你袂甲我放杀伫阴间，嘛袂互你忠诚的子民落去轻免。做声你会指示我人生的道路。伫你的面前，我有满满的欢喜。伫你正边，我有永远的快乐。这是请咱同心压头来祈祷。主比感谢的天父上帝，我要感谢你，伫你所赏赐阮逐工的日子当中，阮欢喜平安来经过。当今仔是圣的主日，你的正义路搁来到上帝你的圣殿。主啊，阮要遵守你甲阮所有的定例，就是阮爱遵守伫安息日，因为这日阮分别做圣，正兄弟姊妹来到伫你的殿堂当中，阮敬拜，阮尊重，因为你是阮的主，你是阮的倚靠，你是阮的帮站。主啊，伫阮日常生活当中，你常常看顾阮，你也常常将你的平安甲喜乐赏赐伫阮的当中，你搁甲将你的恩典，搁将你的德质。常常也伫阮生活的当中来显现，主啊，你这款的慈悲，你这款的恩典，常常点伫犯下阮当时的兄弟姊妹内面。主有时伫阮无注意的时，伫阮不知不觉的中间，阮虽然在过这款平凡的生活，但是上帝啊，你拢照顾到阮到完全，也关心阮每一个。主啊，当阮有向你呼求，当阮有欠缺，当阮有病痛，当阮有软弱，当阮毋知影有头前的道路要安怎行时，主啊，你拢平安带阮来经过。主伫阮的生活中，伫阮的工作中，伫阮的生命中，阮有时感觉敢若无看见你，但是上帝啊，你的慈悲，你的怜悯，常常也围伫伫阮的当中，你无离开伫你的正义路的身上，你搁将你的光来常常照亮伫阮来所有当时的兄弟姊妹当中。主啊，当阮祈祷，当阮交托，当阮仰望你的时，主啊，你无离开阮，你就倚困伫阮，关心阮，也将你的恩典施落伫阮逐人的心中。主啊，阮感谢你，主，阮这个时，阮感谢，阮带着感谢的心来到伫你的殿院。主啊，阮起坐这段，阮唯唯敬拜，乃是主你的名，值得阮这款的尊重甲敬拜。主感谢过去伫阮油厂教会73年的这个历史的这个当中，主，阮看见阮的前辈者，阮的开拓者，怎样将教会购买土地。两处的建堂以及阮所分设的敬拜中心、甲清风以及合体教会甚至嘉典教会、万中教会等等遮的福音的遮的脚业，主，这是主你的恩典。阮伫今仔日的主日开始，阮要来改选伫油厂教会第23届的中心，主你的神。上落伫阮正兄弟姊妹的心上，嘛伫阮教会中，主啊，也互阮会当拣出合神心意，也忠心尽职，欢喜伫上帝你的工来度无，欢喜伫上帝工来付出，无求任何的回报的兄弟姊妹。主，阮将这个改选中心，阮对头到尾恳求助力来带领甲引带，将一切拢保守。阮搁参加组织的时，阮就是敬拜尊重着你。主啊，求你这个时开阮每一个人属灵的目睭，也互阮会当看见你律法中的奇妙。也求你来检测阮，
在阮的心思、企业阮，在阮的意思，看阮的内面有啥物歹所行无，来带阮行伫永远的道路。祝阮感谢，安尼祈祷恳求，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这个是我用真紧的时间来报告咱今仔日的这个消息吼。那么今仔日是结婚教会这个主日，咱咱欢迎这个吴兆丰长老来代表前来咱教会这个请安甲募款，敬请兄弟咱会当踊跃来奉献甲代祷等者伫迄个广场的这个所在有预备这个产品，欢迎兄弟来前往宣讲。第二，等一个今仔是9月份的第一个主日，咱要举行庆生会祝福各位寿星9月份的寿星会当平安喜乐，福杯满溢接续咱来跳过第4项第4项的消息今仔日开始，咱要举行第23届中市的选举本次咱已经有要选出长老12名，执事30名当然呢，咱目睭爱清楚因为30个今仔是长老12个较好选，但是选执事的时阵呢，30名可能咱事先伫厝爱先做功课先做功课，安尼来呢会当节省这个时间。所以为着要互咱所有的这个选举顺利小会有推荐义务员长老顶13名要行做本届的这个选务人员。什么叫选务人员呢？就是咱聚会咱开票咱投票了呢咱就逐人拢会当登记那么所有开票的作业就交互选务人员因来所以请咱在这个声音会员，咱伫这个礼拜前，咱已经来若有报道，咱会当摕一张的这个对换券这个对换券呢，等一下咱就是要选票说说咱当中呢，你若是迄个也毋要二无3万咱后壁呢，无员长有甲咱找几位有穿背心的，迄个背心呢，就是要甲咱代笔，你会当举手举手的时阵呢，这代笔就会到你的身边照你的意思。照你的意思咧，甲你听替你画替你画因为有时咱有时年纪较大咱目睭花花是袂拄看做菜瓜啦，但是呢，就是讲目睭花花的情形下，关得要这个要拄边仔去毋过这时阵咱若需要代笔，咱免客气，咱后壁有甲咱有找几位会当甲咱代笔那么敬请。所有各场的咱就是用这款的这个方式，一直到咱所有的长老甲执事拢选举完毕所以检在整个9月份咱就是来举办咱第23届这个中级的这个选举。第5项这个中昼伫12点伫3楼会议室要召开中执会，请全体中执会当出席。再来咱跳过来。第8项就是下主日呢9月14这个牧恩之家欢迎该教会施调兵传道李国勇牧师前来咱教会要请安甲募款，敬请兄弟会当关心代祷。那么第9项咱若需要装备课程的咱请对后壁迄个 QR code 迄个所在来报名。第10这个9月28号有这个福音的车牌，请咱相关的人员来注意就好。伫具体消息的方面，这个丧事本会将随结就是伊的灵族，就是伊的妈妈将苦守丁姊妹，伫8月31号王主温调安息主怀，也着伫9月7号，就是搁再来这个拜二上午8点半，要伫市立殡仪馆来举行六关告别甲火化礼拜，然后要安葬伫家顶的这个永生墓园，愿主来安慰遗族，也敬请咱全兄弟会当为遗族来代祷。那合作社的消息，咱若有需要的，咱请合作社来办理。第3这个赞美操甲真爱人社这个梦想，起者花砖所做咱若有要参加无论咱拢会当欢迎杨丽萍队长来报名参加。以上大概是咱今仔日的重要这个消息。接续到界，咱来请牧师。咱高雄中会上年部有办这个结婚50年、60年的这款的庆祝特别有送纪念照伫迄个中央节10月17表扬
那64年还是54年结婚的长辈吼，会当可能你队长来报名参加。第二，咱高雄中会妇女事工部有办妇女事工部甲年度的即个选举，地点伫海埔教会，费用100块，咱妇女队员有补助，其他若要参加，甲地美仪队长来报名以上。咱煞接吼，就要做迄个庆生吼，咱今日9月第一主日咯，请9月份的寿星哦，今年9月份的寿星请起立吼，来9月份的寿星，因为9月份的拢较巧哈。迄个老长老就是9月份。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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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们的寿星的人掌声。咱也为着寿星来祝福，最后所奉你的圣名祝福阮9月份的寿星，伫因的生日的时，阮甲伊三甲欢喜。愿上帝也听因对心中你所有的恳求，甲因心中所有的愿望，主啊，照着因心所想的，甲因成就。主，你互因会当照你所应允的，若互因凡事得到亨通顺利，身躯勇健，也亲像灵魂勇健一样。主，互因会当诚做家庭，诚做教会，因伫因的职场也会当荣光上帝。主啊，阮众人甲因庆祝，甲因三甲欢喜。天顶恩典也降落伫因每一个人的身躯顶，充满伫因。主，阮献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真侪。咱煞接吼，要做迄个临时会吼，咱要调开临时会，请咱也三甲来祈祷。最后说，阮多谢你，互永昌教会伫73档的事理中间，主啊经历到即届是23届，主啊因学士是3年还是4年。担当即个职，因拢敬重因的职分，拢忠诚尽职，都无教会的发展，互教会拢有利益。主，阮求你加倍纪念祝福即个当过节服侍你，主啊，你着大大纪念祝福因。主，阮也要搁迎至23届中级的选举，今日来召开因为要做中级的选举的临时会，求你甲阮同在，阮各场的选举拢会当顺遂。阮为了即个会，阮仰望伫你的圣手，求你家己带领，家己掌权，家己成就你美好的旨意。伫你面前安尼祈祷恳求，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像这吼，我头拄仔老长老有报告吼，咱有推选13位选务委员吼，拢伫咱的即个内面。即13选务委员迄个余慕贤长老就是伊即月无参加长老的选举所以咱请伊来做调职包括马可华长老吼，因的工作家庭伊嘛即帮嘛休困吼还有士林美长伫后壁面即场吼。伫咱遮吼，咱较拍扑吼。后壁后壁头拄仔佫讲若较使咱真正投票吼，看了慢你看迄个相片较紧吼，后壁面吼有5位即个较少年的兄弟吼，伊欢喜甲咱做代笔吼，咱若需要免客气吼，咱嘛该拍扑者，感谢主。好咱下早起吼，咱。各场拢会报道咱的迄个主任干事配分伊的电脑拢有登录吼所以咱即个报道的人数甲实际人数，咱会报咱的选务小组，因为选务小组就是爱了解到底咱应该出席是偌济，
咱实在出席偌济啊，若无超过一半，咱即个会就无算数吼，所以一定要有一半啊！拜托大家决定吼，即个月吼啊，求上帝帮助，应该咱就爱守主日啊，但是咱即个月吼殷勤礼拜，吼，咱有来过半数到算，啊，若无即届吼选了煞加无用的吼啊，咱一定爱应该出席，甲实在出席，安尼偌济啊，因才开票，明仔今日中昼搁场了，伫咱的1楼的礼拜堂遐，迄个即个地下室的小礼拜堂做开票吼啊，咱有一张即个兑换券吼，安尼大家嘛了解无？高高还是打签吼？你袂使讲啊，我要选某米人，我甲拍车啊！啊，这都无啥好，这毋是无合咱的规定。敢若打勾勾啊，甲签啊，打勾勾吼啊，你家勾若勾超出迄个街仔外口，无要紧有算。但是你若交了无爱，我要搁交别人，是的啊，你若超迄个假的就变无效，啊，咱袂当超过12个。张老是要选12个，你选13个，哇，即张票煞无效的吼。所以咱拢应该拢足知影，咱即个中华民国台湾的国民吼，拢选有真济吼，应该咱大家拢了解吼。好，啊，咱就来请咱的选务小组吼来发票，啊，咱就随时投票当来收票。啊，今日咱忙节省咱的时间，大家今日应该较紧啦吼。张老咱大家拢捌啦。这中情有出来候选的，大家拢知影吼。咱咧打勾勾，或者是拍青啊吼，拍打勾勾，或者是圆圈吼，迄个衣裤啊，请咱交伫迄个位的当中啦吼。啊，万一来超过吼，即个有一个认定，就是讲以上界大病的迄个为主啦吼。啊，会记的，拄则陈牧师咧报告，就是咱伫迄个袂当超过12个哦，吼。咱目前候选人是19个。请咱袂当超过12个，12个以内拢是有效票吼，12个以内拢是有效票。咱打勾勾吼，打勾勾较有用啊，不要花签吼，就尽量打勾勾吼。感谢主吼，咱4当一届，多谢兄弟姊妹吼关心教会，会当选出下伫上帝心意，上帝所要竞选使用的长老甲执事来，互教会得到利益。咱若搞好吼，一直要拗的时，请咱免拗到足油吼，对折吼。对折就好啊吼，若歹落，就是搁安尼小可，搁再一折吼，再一折安尼。应该拿，对折就可以了，对折就可以。那有需要特别的，咱特别。好的哈，可以开始收票哈。收完了我们会请选务小组给他密封，中午在地下室的小礼拜堂哈。小礼拜堂咱若要去看开票嘛，欢迎吼，欢迎，咱是公开吼。来，咱下晡4场礼拜，咱今仔日所有4场礼拜聚会了吼，咱才2场嘛吼，今摆重新1场，清风1场吼，结束的时阵，咱会伫迄个地下室来开票，这个搁一个补充一项吼，搁补充一项事就是。拄则陈牧师有鼓励咱这个月内底吼，这个月内底，请咱呢一定伫咱执事还未选出之前吼，咱拢一定尽量参加主日礼拜吼。
安尼咱才会当迄个会员数才会当是过嘛。按照教会教会法规，就是咱爱过半吼。啊，设施若是多合商，真正袂拄好，请你一定爱请假，因为请假会当扣掉迄个物件，袂使讲吼无来吼，安尼吼，迄个去统计。啊，你请假呢，咱若有参加小组的，请甲小组长来请假；无参加小组的，请办公室来请假吼。咱若设施伫即个月内底，伫咱的执事。啊，未选出进前，你的主任怎么办？你袂当来，你是油厂教会的这个会员。啊，毋人也未交诶，拢交了啦吼。迄个收票来，迄个你若要交票，举一下手诶，举一下手诶。咱个到帮忙是无要紧，迄个到帮忙收者无要紧，那个智仁教授，到收者无要紧。来，那个。伫遐人举手有看无？你举手吼，你举手，咱的选务人员就去遐咧收票。后壁。好，这是有较安静吼。我搁甲头拄仔代志报告，这次你伫咱的这次还未选完进前呢，你注意，迄个注意你袂当来，请你一定爱请假吼，因为请假会当扣掉出席人数。那么这个请假呢，咱若是有参加小组的，请甲小组长请假；无参加小组的，请办公室请假吼。以上甲咱做一个补充报告。好，继续。咱这是请咱安静吼，咱除了收票以外，请咱安静，咱要来进入咱今仔日最重要的咱的崇拜吼，咱的崇拜，咱是要来聆听圣经上帝的话，请咱安静。请选务人员，咱的票选着了，咱到外面吼，到外面，咱这个是好。咱 PPT 你拍出来时，咱要来看圣经上帝记载伫马太福音的15章吼，马太福音第15章21节到28节，马太福音15章21节到28节，马太福音21章，耶稣对出去退去去到西罗西顿的境界。拄当有迦南的妇人出引的交界，后就讲：主啊，大必的福的怜悯我的查某囝犯着鬼真艰苦。耶稣无应伊一句，伊的学生来求伊讲，就教伊去，因为伊伫咱的后面伫后叫，伊就应讲：我奉差无是就近以色列家失落的羊哪惊。妇人来拜伊讲：主啊，帮助我。若是伊讲摕囝儿的饼迄落狗仔是毋合，妇人讲：主啊，对，因为连狗仔也会得食伊主人倒骹交老的饼油。对安尼，耶稣应讲：妇人你的心大啦，照你所爱的，甲你做成。对迄时，伊的查某囝已经好。这个是咱学乐要来请妇女圣乐队带咱来学乐。
感谢主，咱天清就知啊，伊是咱的上帝。咱今日是临时会，阁是吉隆教会啊，为了教会修建，咱特别要奉献的主日啊，吉隆教会啊有请因的长老，就是吴中宏长老。吴长老是大学教授啊，嘛捌做过关岛的即个基督训的院长吼。感谢主吼，伊甲咱教会是真有关系吼咱若较老一辈应该对主民伯啊，甲主民姐啊，主民姊嘛，应该拢大家拢捌吼伊的即个查某囝就是秀基长老林伊是隔伫平山教会明道兄是伊的弟弟所以今日吴教授吴长老就是咱秀基长老林的后生感谢主因全家代代拢热心敬拜上帝所以今日代表教会来为着吉隆教会的需要来遮讲道嘛成我请大家当关心，会当奉献会当带到。咱拍破来欢迎吴中宏长老。弟兄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会当搁一摆转来到咱友中教会，特别要来感谢陈牧师以及所有的小会员的接纳，让阮有这个机会来遮请安。转来这个所在，我谈多咧想，伫1991年8月份上落尾的一个礼拜日，我坐伫后面第2排迄个所在，因为迄天我险死，伫垦丁迄个所在险淹死。迄天转来的时阵，暗时咱友中教会阁有礼拜，我甲我阿嬷，阮2个人来礼拜。迄天咧唱的迄首圣诗，上帝要照顾你。迄内面的歌词就是咧讲，你要淹死的时阵，上帝要照顾你。哇！我迄天哭甲有够久，上帝拯救我，互我会当有今仔日，会当徛伫即个讲台。所以对友中教会来讲，我有一个特别的感情伫即个所在。这相时也是我的阿嬷、我的妈妈、我的阿姑、我的阿金、我的阿姨，拢伫遮。咧出入的教会，今日有这个机会转来，真欢喜。要甲大家分享的题目叫做“迦南妇人人的信心”。要开始之前，咱三甲同心来祈祷。主必听人咱提杯，愿满心感谢你。伫主日的早时，你互阮搁一摆来到圣地中，要来学习你的话语，求主你圣神保惠师。伫这个时阵运行伫阮的中间，互每一位兄弟姊妹拢会当拍开阮的心、阮的目睭，来确保你圣经内奥妙的价值，也互阮的心来得到激励，对你的话语有搁较深的认捌甲体会。愿讲的甲听的平平得到造就。愿安尼祈祷、恳求，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谈到咱的师会在分享这8节的圣经节，今仔日我来遮，就是要将这8节圣经节显明伫恁的目睭前。当我咧准备的时阵，圣神互我看到迄个情形。这8节圣经节。是安怎？即个妇人人伫迄个所在，咱的主耶稣甲恳求的时阵，主耶稣无要插伊，甚至讲伊是狗。
我伫教会，做兄弟姊妹咧甲我讲，咱的主耶稣哪讲即款的话，我今仔日要将迄个时阵，即个情景显明伫咱所有兄弟姊妹的面头前。简单来讲，这八句，这个八节的圣经节是安尼讲：迦南的负责人向咱的主耶稣恳求，望伊会当医治伊的查某囝，因为伊的查某囝犯着鬼。但是咱的主耶稣无应伊一句，然后佮表示讲犹太人大声。这犹太人大声的这个话讲了，伊用譬如甲说明。但是这个负责人伊谦卑顺服、坚持，承认家己就是狗。我咧等主人桌顶落落来遐饼油啊！最后，主耶稣称赞这个妇人人讲：“你的信是大的。”就伫迄个时阵，伊的查某囝就好啊。到底这个经节有啥物意思？耶稣要甲咱讲啥？这个妇人人拄着四个问题。头一个问题就是迄个情形。是啥物情形？伊的查某囝犯着鬼啦。第二个，伊的身份，伊的身份是一个负责人。伫耶稣迄个当时，负责人是无受重视的，而且伊阁是一个外邦人。佮较免讲，你外邦的，你毋是咱犹太人。第三个问题，迄个处境是啥？伊无受接纳，伊互人看袂起，人对伊有偏见，甚至伊受到侮辱。第四个问题，耶稣，伊当要甲恳求，耶稣都无应伊，一句话拢无应伊，连续搁讲三个 no， 你敢听 ？no 就是无爱，袂使，无合意。咱来看卖啊，耶稣甲这个妇人人因的对话，22节安尼讲，有迦南的妇人人哀叫讲：“主啊，大笔的雨啊，怜悯我的查某囝犯着鬼，足艰苦。”耶稣讲啥？耶稣无应伊一句。伊的学生来求伊讲，着教伊去啦。因为伊伫咱的后面咧嚎叫啦，注意哦！我即马将迄幅图显出来互恁看。有一个迦南的负责人来，踮咧嚎叫：“主啊，大笔的雨啊，怜悯我的查某囝犯着鬼啦，足痛苦的，足艰苦的，毋是干那一摆。”我若改，主啊，大笔的雨啊！你若做老母的，你的查某囝犯着鬼，你安怎做？这个外邦人听到这个主耶稣敢若介牛，哦，会甲人医病，会甲人赶鬼，伊走来遮，佮叫伊主啊呢？伊是外邦的呢，伊叫伊主啊，帮赞我真艰苦，我查某囝犯着鬼啦，你佮帮赞一下啦！一定滚啊改，结果咱的主耶稣讲啥？无讲话，一句拢无。伊的学生啊，伫迄个所在，迄什么情形？主耶稣伫迄个所在，甲着学生啊，踮遐咧讨论，踮遐咧讲代志。结果即个查某的伫后壁，踮遐咧喊：“主啊！”怜悯我足艰苦的，阮的查某囝犯着鬼，你来甲帮赞，毋是一届、两届、三届，踮遐我甲因遐的学生啊，讲安怎？真烦呢！主耶稣，你甲叫因离开啦，叫伊走啦，烦死啦！情形就是安尼。结果24节，耶稣应讲。我奉差
无毋是就近以色列家失落的羊那尔。我甲你讲，大部分咱长老教会的兄弟，若读着即句话吼，我甲你讲，足侪人拢看无咧讲啥话。我嘛是看足久，我搁爱看英语的，看中文的，看逐款的翻译本来了解即句话到底咧讲啥。咱有时哦，长老教会咧用的即个，咱圣经内面咧讲的，拢毋是咱一般的人即马通了解遐话啦。我举一个例就好啊，治水为遐来，治水什么意思？是谁？迄是谁嘛？干来恁知影尔。大部分的人，你甲讲治水，听无啦。什么人为遐来？咱要传福音的时阵，咱袂使用咱家己了解的话来讲互人听。相共即句话，我奉切无毋是就近以色列家失落的羊尔。安尼是句话什么意思？我奉切遣来到即个所在，就是要来拯救以色列遮的百姓尔啦。安尼恁敢听？安尼什么意思？你即个富人人，莫阁话啦！你都毋是以色列遐个失落的羊啦。所以我来，我的责任是要来拯救遮以色列的百姓。你毋是属伫以色列遮的人，你是外邦的。安尼敢听？迄幅图要出来无？2:50，即个负责人来拜伊，讲主啊，帮助我。注意哦，谈到耶稣甲迄个查某人讲，我奉差是来即个所在要拯救以色列遮的百姓。结果即个负责人来，伊讲主啊，帮助我，你甲败落，一个外邦的甲败落，主啊！你帮助我，耶稣讲啥？摕假日的饼，迄落狗啊是毋合的。意思咧讲啥？恁外邦人伫耶稣迄个时代，就是狗啊，惊无？摕假日的饼，即个假日的饼是咧讲啥？救恩啊！要将这个救恩，互恁遮的外邦人、狗啊，无合意。刘兄弟，当你若听到即句话，你心内安怎想？我甲你讲，若照今仔日台湾即个社会，你若听到即句话，100%的人一定甲你反应。你若无要移除，你就做你走。你毋免讲迄个话，你毋免甲我侮辱。你讲我什么是狗？我若是狗，你是咧晓摆哦。你无要移除，你走。你凭啥你甲我批评？有无？一般的人一定安尼反应。你若无要移除我，你若对我无同情心，你若无迄个疼心。你做你离开，你毋免讲遐歹听的话。什么我是狗，我就是狗。敢是咱台湾即摆社会就是安尼？但是，当耶稣甲讲摕囝儿的饼迄落狗是毋合的，结果咱的负责人安怎答？伊讲主啊，对。将囝儿的即个饼油，将摕囝儿的饼迄落狗仔是毋合的。即个负责人佫甲讲对意思，咱伫教会内面用做啥？阿门啊，听无？阿门，伊会讲阿门，因为连狗仔也会得当食因的主人倒骹甲老的食的饼油啊。这个负责人伊表现出来的心态是啥物货？我来
我要求你来医治我的查某囝就好啊！我毋是要来规碗捧起的。你若要互恁的以色列人食吼，无要紧，我食迄个桌仔顶落落来迄一束仔就好啊，一束仔就好啊啦。这是伊的信心，这是伊要所爱的。我食你桌仔顶落落来的就好，我毋是要食你桌顶的物件。我相信你食食的一定会加入一寡物件，我食迄个加入的就好啊。了，主耶稣甲讲。夫人人啊，你的心是大啦，就甲你做正。耶稣伫这段圣经内面有3个用意，头一个用意要来试验，同时也要来显现妇人人的信心。耶稣起初无回应，甚至用一寡言语来试探，互这个。妇人人的信心更较加添，因为拄到这个迫害来设置，反倒转表现出坚持甲谦卑。第二个，伊伫迄个所在要来挑战伊的遐门徒对外邦人的偏见。犹太人伫迄个时阵认为外邦人是不配得到上帝的恩典。但是，咱的耶稣最后接纳这个妇人人的请求，表示啥？表示上帝的救恩要来临到万百姓，唔单单是恁这的犹太人，也是以色列人。第三，强调信心超越咱民族的界线，唔是单单这的以色列人，也是犹太人会当得救，甚至。连外邦人凭信心就会当进入上帝国，这是马太福音到落尾咧讲的迄个大使命相共的意思，就是讲福音到时要来传遍万国万邦。这段圣经有3个先后上的意思，头一个就是信心比咱的身份更较重要。咱要得到上帝恩典，关键毋是你的种族、你的背景、你的身份，是在于你的信心。你若有信心，你就得到这个救恩。就算你本地你毋是上帝原本呼召耶稣要去拯救的遐以色列的百姓，但是因为你的信心，你得到这个恩典。第二个。救恩要来转往这个外邦人，囝儿的饼唔通迄落狗仔食。这句话本地的意思是讲，福音起初是为着犹太人所设的，但是主人倒骹加落的这饼油，这句话咧讲外邦人嘛同款会当得到上帝的恩典。第三，试炼的这个过程，妇人人经过耶稣无讲话，拒绝侮辱，但是伊的信心更较坚定。弟兄兄弟，当咱向上帝咧祈祷的时阵，唔通失去信心，反倒转你要更加坚定倚靠。主要互你的应允，咱做伙来学习迦南妇人人的信心。头一点，相信耶稣。你要相信耶稣，你若无相信耶稣，咱今日来遮拢无意思。第二，把握机会，有多机会伫你身躯边，你要把握伊。那照谭大所讲的。你讲我是狗，我起码我就离开啊！
我甲你讲，迄机会你都无啊。伊就是无离开，伊坚持，人无要互伊，伊阁讲无要紧，我淡薄仔就好。第三，忍受偏见；第四，谦卑顺服；第五，绝不放弃。圣经内面阁有侪其他有信心的人。第28节迄个所在，耶稣甲讲：妇人人啊，你的信心是大的啊！对兄仔，你敢知影？你若有机会去互主耶稣甲你学了讲，你的信心是大的啊！迄是偌阳光的代志，你敢知影？但是规本圣经内面，主耶稣讲即句话：你的信心是大的啊！两届尔，头一届就是这个迦南的妇人人，第二届耶稣伫啥物情形讲你的信心是大的？迄个百夫长啊，百夫长迄个罗卜破病，耶稣要去甲医治，这个百夫长甲讲：主啊，你免去，你一句话就好，你一句话，我的迄个罗卜就随好。主耶稣甲讲：哇，你的信心是大的。咱要安怎来做，会互当互阮的主耶稣来学了咱信心是大的。耶稣伊的一个门徒彼得，为主传福音，济，行神迹奇事，济。但是主耶稣甲彼得讲啥？你这个小信的人啊，是安怎？主耶稣会讲伊小信的人？因为当伫海面咧行咧，彼得讲你是鬼。主耶稣讲是我，你来。彼得就为庄顶，就咧海面踮咧咧行，行要到主耶稣迄个时阵，因看到海燕。呛滚啊，紧张啊，惊吓，伊就讲：主啊，救我！这句话就是我伫1991年8月份迄天伫垦丁海面上最后我讲的一句话：主啊，救我！后来我安怎叫人救起来，我拢无意思，拢无。唔知影安怎什么代志发生，主啊救我！结果耶稣甲讲：你这小信的人。所以结论，今日的分享是要来提醒大家：当咱拄到困境，常常得到有挫折、失败，或者是你受到侮辱，咱会当学习迦南妇人人的做法。凭信心排除才会脱界，忍受偏见，谦卑主情，确保祈求，绝不放弃。相信的确要得到上帝予你的应允，而且超越所求所想的。我为着今日的这个讲道，我找出这数据。就是过去这几年来，咱台湾出事的人口，甲死亡的人口，伫民国99年2010年的时阵，咱的出生的人口16万。我去内政部调资料，我出世迄年42万。99年的时阵，剩16万，去年剩13万，你们兄弟，你敢知影这什么意思？台湾有国安问题啦，真正，咱即摆有国安的问题。伫民国109年的时阵，迄年开始出事的人比死的人搁较少，逐渐恶化。去年13万人出事，去年
20万人死去。这是咱即马全台湾所有大学的数额，87年141间大专学院，上济的时阵是98年164间大学，到去年咱剩140间。要注意吼，过去5年来。过去5年，咱台湾减20间大学，安尼什么意思？有20间的大学倒掉啊，关门啊！啊，这个危机还未到哦。民国117年，迄是真正的危机。民国117年，是安怎？民国117年，哪知影是拄拄好民国17年，就是民国99年出世的遐个囡仔，16万人。18年以后，117年，因要读大学，至少阁有30间到40间，到117年进前，这个大学要倒掉，因为无学生。我调教育部的资料出来看，10年前。咱全台湾博士班、硕士班、大学部甲专科这学生加起来134万人，即马剩107万，学生愈来愈少啊！啊，这咧甲恁讲啥？这学生内面到底有偌济人已经信主啊？有偌济人捌听过福音？有偌济人捌来过教会？台中雾峰有一间叫做朝阳科技大学，伫1996年设立。我伫1997年返来台湾，伫迄间大学咧教册，拄好伫雾峰教会的边啊，所以我迄个时阵就伫雾峰教会参与聚会。结果雾峰教会的陈牧师来甲我讲我对了，阮雾峰教会叫我吴老师啦，我讲吴老师为着这间这个学校新设立的，阮雾峰教会想要来设立一间新的教会，专门要来为着这间大学的师生来传福音。所以我伫迄个时阵，转来随甲阮太太讲，上帝回应了我们的祷告。阮伫要转来台湾进前，我甲阮太太伫美国跪落来祈祷3个月，恳求2项代志，一项代志，主啊，互我有一间大学通教，互我有一间教会通服侍。8月份转来台湾以后，11月份，雾峰教会陈牧师就来甲我讲，阮要来设一间新的教会，为着这个朝阳科技大学，你要做伙来无？我讲，上帝回应我的祈祷，当然爱。所以我就参与伫这个教会内面，而且阮的教会真清楚，阮的教会事工就是要来做大专的事工。所以伫1998年的这个圣神降临节，阮教会设立，但是过当年1999年拄到9日大地震，阮的教会有一寡损失，但是无真严重。后来这20几年过了后，阮的教会发展，因为空间的问题无够啊，所以社会决定为2021年的5月份开始，为6万块，阮设立目标300万，要来修缮阮的教会。我毋知影陈牧师敢阁会记得？伫2021年迄个时阵，全台湾所有教会牧师，若见面头一句话拢咧问啥？你敢知影？啊，恁教会奉献偌济？因为迄个时阵，全台湾的教会拢无聚会啊，因为疫情的关系啊，开始就有一寡教会用线上的聚会。
迄个网络顶面的聚会，所以这个因为网络的聚会都无法度去收现金啊，都无法度收奉献啊，所以足侪教会伫迄段时间内面奉献足少的。恁敢知影？足奇妙的，阮的教会奉献足侪，对人我嘛拢毋知影。所以，阮小小一间教会40-50人的人，阮为6万块开始，阮的目标是300万。结果，阮这个设计师为300万、到400万、到450、到500万，伊讲哦，这个钱我还是没有办法确定。我讲，阮拢甲会友讲啊，阮的目标是300万，要来修缮咱的教会。你即马甲我讲500万，佮无法度通确定，无法度安尼歹势，我们要来解约。足痛苦，阮牧师拄着即个代志有够痛苦。了后解约了3个月，完全无进展。后来感谢上帝，有一间教会的长老知影阮教会即个情形，伊拄好是建筑师，伊讲好，阮来甲你接，落尾780万来承接即个修建。经过2年的时间，伫2023年5月份，拄好2年，阮的教会修缮完毕。也上时是阮教会设立25周年的感恩礼拜。这个过程内面足侪，通好说，我今日无真侪时间。阮到落尾即马剩70万，要来还阮的保费。因为阮甲保费借的，感谢保费，知影阮会欠亏，这是阮教会修缮进程，阮的1楼，你会当较看，阮拢伫涂骹咧聚会，阮在主日学坐伫涂骹，若要礼拜时阵，人行来行去，小组咧聚会，人行来行去。阮的椅仔就是即款的椅仔，甲咱的教会相共，拢即款的椅仔。拄着咱办活动，吼，这青少年就爱耍来耍去，动甲要死。会友阁甲阮反映啦，坐即个椅仔吼，骹床有够疼的啦，吼，定翘翘，骹床都拢无吧，阁坐拄好，阮教会。黄显忠执事甲陈庆文长老，因夫妇因的公司拄好咧卖迄个气垫座椅，等下咱外口出去会当看到。就是这物件，因拢奉献互阮教会，或者是大人咧坐的时阵，较袂遐疼。你若是有拄着你腰脊骨有损失，有受伤害的人，或者是你有迄个毋是，我毋是要讲的，我有痔疮的人，底层的人，你坐迄比较舒服，这应该是咧讲的。这是咱修缮以后的情形。才有一个短短的影片，咱做伙来欣赏。麻烦帮我播放一下。我觉得，教会讲要来征询，你敢知影这件代志？知影。你对这件代志敢有啥物看法？应该嘛是要有需要啦，20几年啊，大人拢有较落后啊，较无咱像较早的年代安尼，空间来上无啥搞。我觉得就是我刚来教会的时候，我觉得看起来好像教会设计蛮好，就是1楼、2楼主堂，然后3楼看起来好像是那种比较大型的那种中东的教会他们的主堂，可是真的使用上才发现，上面那个空间看似好像可以使用，但其实也没有办法使用，只是空间的限制。但是我就觉得说，其实很常在公共空间中，我觉得孩子的需要是第一个会被牺牲的，包括那个吸收来高度，真的很多因为未来。
目前年轻人也多了，在参与聚会上面，在教会里面的走动。阮教会有足侪大学生出日日，这个是在而且也有足侪外国的学生伫遐来小组就在活动。大门进来，所以在第二场华语的时候，这学生、这兄弟，当阮去甲访问的时阵，大家人所讲的内面，一定有一点空间无够。就是没有隔间，所以就变成全部的事情都是一个人一起做这样子，就会分心。因为它就是一个开放式的空间。阮的主角都伫可能就是一楼坐伫涂骹，我就一直很。阮看了嘛，真正足艰苦的。天就是主日学可以有一个自己的要小会小的地方，要来做进修，不用很大，或许只有小小的，那我相信孩子应该会感到无比的满足。我觉得在夏令很不方便的地方，就是没有自己一个独立的空间来做的主，就会互相干扰。可能是可以换成即摆讲话这个香港来的，椅子，伊嘛是讲教会很小，比较有效率。所以咱共同来努力，啊，咱留一个当敬拜上帝，咱互咱的后世代啊，对啊，当然是安尼啦。对这个教会有没有什么梦想？那我们就把这个放在祷告里面，好不好？我们一起努力 ，OK？ 好，加油！吉丰教会。伫整修的这段时间，阮照母会王教会的副堂，拢伫礼拜日的下晡，阮会来聚会，用这种克难的方式，经过2年的时间，感谢上帝，互阮即马会当转来伫阮这个新的教会内面。所以兄弟姊妹真欢喜，特别是遐个主日的学生，看到这个情形，很高兴。我也借这个机会去做教会，请安募款，希望大家拢有份会当参与伫阮的教会的起造，也同时参与伫上帝国事工的顶面。好，谢谢。下一张，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最后跟大家分享，虽然咱不是共的肢体，但是咱拢属共一个身躯。相信上帝一直纪念你为阮教会所做的一切。最后，咱同心来祈祷。主比里面听到我的提笔，我满心感谢你。今日透过迦南妇女的故事，互阮会当看见坚定信心是你所欢喜甲学乐的，也求你赐阮这款的信心，伫试炼中有缘掠条你的应允，伫逼迫的中间也无袂记记你的同在，伫困境的内面依然照常你出声学乐，愿你的
稳定领导在座每一位兄弟姊妹，激励阮用谦卑甲勇气来群对你，将这款的信心化作行为、行动，活出你的款式，迎神益人，见证主你的名。愿咱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祈。阿门。咱感谢王长老所带来的这个信息，也互咱每一个人拢会当有迦南妇人人的这款的信心。咱凭着信心，阮相信咱同心为着结婚长老教会因的这个整个修建的这个过程，因的需要，咱欢喜甘心奉献的时，咱上帝的报赏就大大，毋若是伫结婚教会，也是咱友常教会。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咱的圣诗甲回应诗甲功德，咱就来省略。咱这个时要直接来奉献哈，请咱兄弟姊妹，咱闭门心。咱甲带礼物来到上帝面前，除了咱主义崇拜，咱向主献上的感谢，咱也会当为着结婚教会因的整个修建所欠缺的看起金额是无多，但是呢我相信伫因教会所有大小的兄弟姊妹已经奉献到一个段落就是讲已经淡薄进步啦佮再来需要的，就是咱兄弟姊妹会当投伫主的肢体内面来互相来支援，求主报答咱正兄这伫伊的面前所摆列的奉献。这时，请咱起立，咱要来做伙来吟奉献的诗。我的亲故，扬子龙潭的经营，我的在前的修书。主，阮感谢你，将丰盛的恩典施到伫阮的当中。主啊，将阮也有快乐的时，阮会当认真努力来奉献。主啊，也互上帝你的圣工，无论是伫这个所在，也是伫别个所在，只要为着福音的缘故，所有大小的教会，主你拢要偏偏恩典赐福。求主你也赐福结婚长老教会因整个修缮的经费无欠缺，你也守住众兄弟姊妹伫大人生活的当中无欠缺，一切丰盛拢是对你来，愿要你来献上感谢，求你来接纳众兄弟姊妹摆咧伫你面前的奉献，祈祷恳求，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祝福车恳，咱来吟圣诗386首。听夜半밤 밤고 밤에 깨마兄弟백야真心 모두 삼위니 대兄弟 전명 유도 이가 만세请陈牧师，咱恁通平安去，愿上帝所应允，恁会当凡事拢行通，身躯拢勇健，像灵魂勇健一样，也领受像迦南妇人人的信心，来领受对上帝来丰盛的恩典。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听从，圣神的感动相通。甲恁正大家三甲比例，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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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
咱第一场的聚会到这，咱灭岛闭会。那这吉隆教会应该有伫外面头咧讲的吼，有迄个艺艺品吼，咱若这个气垫也是真侪，这若适合咱的吼，咱会当买，会当对咱有利益，嘛会当利益伫因所有这收件的费用。感谢。